10個內地人入邊啊，有9個都睇唔明你表達緊啲咩啊！咁樣嘅推廣就等於雞同鴨講，冇流量係肯定㗎。大家好，我係阿權，同你分享一句喺小紅書上面年輕人成日講嘅一句話，記住啊，真誠先至係必殺技。必殺技係咩？嗱，你試下換位思考一下，俾你睇一啲簡體字嘅廣告，你閱讀起身係咪好辛苦啊？咁你會唔會仲想去了解呢個品牌呢？到而家啦，我哋仲見到小紅書上面有香港嘅商家喺度用繁體字打廣告，表達嘅語序又係完全跟住粵語思維去做嘅。10個內地人入邊啊，有9個都睇唔明你表達緊啲咩，而且語序亂七八糟嘅，成篇筆記睇落啊好難閱讀。咁樣嘅推廣就等於雞同鴨講，冇流量係肯定㗎。所以我哋嘅推廣筆記一定要貼合內地人嘅語言風格同埋閱讀習慣，用真誠去收穫客戶嘅信任。但係做呢啲嘢咧，對香港人嚟講可能會有啲困難，所以我哋都係建議揾專業嘅團隊提供諮詢同埋幫助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都歡迎隨時喺評論區留低啦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